上帝赐福予挪亚甲伊的后生，对因讲：恁爱生养济济，遍满了地。凡地上的走兽甲空中的飞鸟，拢必惊吓惧怕恁；连地上一切昆虫，并海里一切鱼，拢交付恁的手。凡活的动物，拢会当做恁的食物。这一切我拢赐福予恁，如同菜蔬同款。唯独肉带着血，迄就是伊的性命，恁毋通食。留恁的血，害恁的命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伊的罪，就是向各人的兄弟也是如此。凡流人血，伊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因为上帝造人是照着家己的形象做的，恁爱生养济济，伫地上昌盛繁茂。上帝小如挪亚甲伊的后生讲：我甲恁的后裔立约，并甲恁遮里的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精星、走兽，凡对方舟内出来的活物立约。我甲恁立约，凡有血肉的，无搁被洪水灭绝，也无搁有洪水毁坏地了。上帝讲：我甲恁并恁遮里的逐样活物所立的应约是有记号的。我甲溪放伫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甲地立约的记号了。我互云彩砍地的时阵，必有坑显伫云彩中。我便纪念我甲恁甲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无搁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坑必显伫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甲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应约。上帝对挪亚讲：这就是我甲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。出方舟，挪亚的后生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含是迦南的老爸。这是挪亚的三个后生，因的后裔分散伫全地。挪亚做起做事人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。伊啉了园中的酒，便醉了，伫帐棚内赤着身躯。迦南的老爸含看见伊老爸赤身就甲外面，讲互因两个兄弟。就安尼，闪甲雅弗提领衣服，搭伫肩胛头顶，倒退路入去，甲伊老爸砍地，因的背着面就看袂着老爸的赤身。挪亚醒了酒，知影细汉后生向伊所做的事，就讲迦南当受咒诅，必互伊的兄弟做奴仆的奴仆。佮讲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。愿上帝互雅弗扩张，互伊住伫闪的帐棚内，佮愿迦南做伊的奴仆。洪水以后，挪亚佮活了350年。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。